新竹县尖石乡今年4月针对路营区、民宿、温泉等等的营业场所，开始实行本所随地征收制度，引起业者不满。讲一个月开钱买本所底下的费用，就要到1万块，比营业税是搁较悬。17早起，专工去到县政府头前抗议。提出尖石乡专用的本所地，业者讲较早外口买只要10块，即马煞要开48块，算算一个月就开我要1万块。单单我一个店家而已，一个月我花了9240元。我请问你们大家，一年我们要花多少钱？比我的营业税一年才11000多的营业税还多。收费不公，难以服众。收费不公，难以服众。新竹县尖石乡今年2月开始，针对营业场所开始实施本所随地征收。原本一个40斤的本所地要77块，后来经过反映调整变48块，不过收费标准同款是全国上悬，引起业者不满。拜三来到县府抗议，希望县府出面协调。我们会了解这个申请内容之后，我们会来再请这个公所来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个诉求有没有办法再来做调整。分公所指出，目前尖石乡有290多间温泉露营业者所产生的粪扫量真恐怖。新的政策开始了后，开始对粪扫减量有正大的帮助。我们比照去年2、3月的这些垃圾的均运量来看哈，那确实2月的部分大约是减少大概10吨左右了。那3月份的部分。那也减少了大约快40吨的部分。当地业者表示，大家拢赞成随地征收，也愿意配合。不过，粪扫地计数应该要合理。县府回应说来继续参乡公所沟通，希望协调出双方拢会当接受的解决办法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